来看中科二期的开发案，今仔早起伫环保署进行环评审查，有环保团体是用白纸白字抗议，因批评讲，这个开发案根本是为着台积电要起新制停的工厂设计，会造成环境愈来愈恶化，环评拢是假哦。也毋过环保署是强调讲，环评的过程公开透明，会当接受监督。 一张白纸顶悬写一字假，伫涂骹打出评一字，考试中科二期扩建开发案是乌箱作业。几个环保团体选伫再次环评初审会议进前，来到环保署的门口来抗议。台中、中科、台积电3个厂合起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，会是台中第3温室气体的排碳肮脏大户。 环保团体不满地方选举过后，中科扩建案就赶紧召开第3次初审会议，强硬的无顾民意，强行闯关。伊嘛指控中科二期扩建违背反空污、抗暖化、爱健康的中部在地民意，呼吁政府伫环评法修法进前，用听证会模式避免争议。 环评审查，我讲我们有个特色叫做直播，所以我们的资讯都是完全公开，而且这个环评会议完之后，所有的录影的资料都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上面。环团嘛烦恼环评说明书作假，不过环保署是强调，厂商都有法律上的责任。中科管理局嘛伫会议表示，会遵守2050100%使用再生能源的承诺等等，而且会带动4000挂的就业机会。记者陈文丹报道，台北采访报道。